两个，如果是两个角色，还有上一次明月死死的话，总共是3次，是4次才对哟。而且是不同对象哦，不同的男神哦，哇，好幸福哦，哇，这一次婚礼不得了，就是要收拾坏人、渣男、甘蔗男，就是大家引领期盼已久的，就是。你也有自知之明哦。我知道啊，一定要受报应的嘛，不受报应就是大家一定会砸电视，所以为了要保护大家的电视不要浪费太多，所以还是大家很喜欢你耶。哦，真的、对啊，就是第一次演坏人被人家那么喜欢啊。对，所以大家更想要看到，这个讨喜的坏人怎么收拾他。对，因为你也知道嘛，现在会变讨喜是因为一开始之前面是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到后来呢，就是也有加了一些比较好笑好玩的桥段。本性啊，不是哇，其实对啦，也算本性啦。我们很舒压对，就是本色演出这样。那想不到也得到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回馈啊，对，然后共鸣，又爱又恨，对，就是很讨厌他，可是他有时候可爱起来，就是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，对，算有讨喜的，讨喜到这样。这一次就是比较符合芝芝的角色，所以不露前面，露后面。有露大露背耶！有，因为芝芝就喜欢站在前面，有没有？芝芝就喜欢站在前面，然后给后面的人看，这样有没有？那加油的话，应该是要露下面。没有啦，因为很想要选就是性感的一点的婚纱，但因为为什么没有选择？是因为那一场婚礼的戏啊，有很多重点，然后有很多动作戏，所以就还是选择以轻松然后方便演戏的戏服。可是还是就是不要给观众比较安全一点，不然你如果要露前面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小心一个疏失，就真的露前面了。对啊，所以到时候好像不太好。我会尽可能的这样演戏，然后给观众看一下，就这样，让大家看后面的概念。一起开心吗？有趣，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就会一直看我背。好好讲。我一定会好好讲，因为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哎呦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频率算是比较像，很接近。其实不是说之前配了好几对，就是他们不好，只是像我也是一样，前面你看现在要结第4次了，但是当然这个还是重复的嘛，对。那还有2个，一个是嘉文，然后一个是雨禾，不是说他们不好，他们也是很好，只是可能我觉得跟燕配的频率，感觉会比较一致，这样比较有默契啦。然后里面的角色所琢磨的又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那个感情会特别深厚，更有层次这样。对。而且他算是比较跟任杰啊，明月那时候跟任杰嘛，然后前面思思跟王凯，其实他们2个的那个个性比较往里面收一点的，可是文心的话，对，但文心的话，他就是真的很敢放，对，他很狂，对，所以你会接收的东西更多，所以表现出来一定会比任杰啊、王凯啊火花来的更好。比如说像现在他滋滋的那个样子，一定要配合我这种狂放的才演得比较安心。对，然后思思跟前面陈浩比较内敛一点，就是要跟陈浩跟任杰他们就比较有火花，但是芝芝跟他的话就会超级有火花。对，是要跟比较淫荡一点。不是。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多情城市搭的搭档啊，像任杰啊，一开始第1集的时候嘛，明月，然后再来是你嘛，然后是文心，然后是王凯，我觉得3个都有不同的特性、优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幸运、蛮幸福的。都有不一样的舒服点。对，3个都有结婚到。对，那我3个也都有吃到。你看他又在乱讲了。天真的祝愿，予人幸福的快乐，美丽的zan金，
秘密的感动。爱你的温度，一直是我心内希望的太阳，藏心内上精彩的故乡簿。厝内面每一个的气味，拢有你的记忆。问我家己，互相伤害的过去，要安怎忘袂记？看着遐个熟悉的字条，目屎哪会暗藏袂掉？无写的情歌，淡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虚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，有我的表演。过去伤痕，拢予我对你放袂离。无写的情歌，传开嘛心痛，最后人只是路过，熟悉。